出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开讲台湾话同词。你讲吼，安尼四界走，即日走，台湾话同词一字的时阵，人讲走标就是咧比赛，这真简单哩。不过走后壁，若甲别字同词咧，三四岁囡仔，安尼规间厝间四界撞，老母伫咧画无休，即日撞，走甲撞，甲斗阵或者走撞。这解说起来，就是讲为着生活伫咧奔波，为着三顿伫咧无用，才会踮社会咧走撞。过来走若甲另外一字，讲做跳，走跳咧，这共款，就是讲出来社会咧甲人走跳。有影你伫社会就是爱拼命声，人即马倒一个团体，无迄个同业工会，咱做工仔人嘛有工会呢。但团体内底，你就是爱拼出家己的名望，走跳了有起，人毋则讲江湖无行袂出名。即句俗语话，咱用咱世界有底去听。毋过虽然江湖都爱行才会出名啦，总是你行我嘛行，有当着啊吼，迄个较占悬的少年囡仔，但是切着着的介高壮即款的，有当着啊，我会出来放刁，讲迄个歹听话呢。讲你行无要紧，换我行，但即当阵你行我行，行到尾也无定相拄会着。嘿嘿，这真正就是咧讲恐吓的话哦，因为。国政啊，生意要讲，咱若绕路互人行，啊，就是绕路互家己行，所以毋通常常咧讲重话要共吓，毋过相拄会叫即句，即句真正就是单纯咧共吓的话。即摆若讲咧约束时间吼，讲吼咱2个6点约束伫咧夜市仔口，应该是相拄会着啦。这有当着意思是有哈，但是无得较讲会照即句话来讲，因为伊的本意即摆较无人咧表达啦，拢是伊另外所发挥出来，相拄会着。即款就是共提醒，甚至讲咧共点拄的话。啊，当然啦，你若讲切着，有当时啊，才会较济岁顶辈人都会出来劝啊。劝讲吼，咱做人修养就较好诶，毋通常常咧呛，常常咧讲啥物相拄会着啦。因为你落车头吼，拢无探听啦。人讲入乡随俗，去到一庄头，都受地方的高人，都受地方无共款的作风。你若落车头有探听顺，你就会理解讲，咱做人都爱存，会晓存顶辈。咱做人都爱涵养较好咧，毋通安尼定定切着，出来世界伫咧撞啦。啊，讲到落车头无探听，国政也想着我彰化人哦，有一回吼，我落彰化车头，啊袂探听咧啦，看着讲对面有选举的看板，迄县长竟然写一句口号真好，讲落车头免探听，彰化的建设用看就知影。即句话原来真趣味啦！啊，总讲吼，研究这个台语的同词，国政毋是爱扬词爱甲人冤家，毋是哦，实在是这个台湾话内容真艺术，要招你互相来探讨，就是望讲咱行万里路，眼界自然就会开阔。解文说字，咱的用意嘛是要劝人尽量做好就对啦。